奇怪的故事。古早伫奥森北部住一户老实人，姓 Swathers。Swathers 因兜的人有 John Swathers， 因某、伊家己、因5岁的查某囝，甲囡仔因爸母。伫户口调查的时，算6个伫本市人口，毋过事实干焦有3个人。一暗食饱了，迄个查某囡仔腹肚假疼。John Swathers 赶紧入城去买药仔，伊自安尼无阁转来。查某囡仔无代志，后来大汉啊，迄个老母因为因翁失踪，非常伤心。后来伊阁嫁别人，搬去 San Antonio。查某囡仔后来嘛嫁啊，过几年了后，伊嘛有一个查某囝5岁。伊还住伫因以前住的时，因老爸离开无阁转来的迄间厝。一暗，真拄好因查某囝嘛腹肚假疼，这是John Swathers失踪的周年日，准伊有伫咧，伊就是即个查某囡仔的阿公。我入城去买药仔，因翁安尼讲，袂使 ，John， 你毋好去。因某因伊，你嘛有可能会失踪，袂记得转来。所以 ，John Smith 无去，因只是坐伫查某囝 Pansy 的床边。过一阵仔 ，Pansy 搁较疼 ，John 搁要去买药仔，但是因某毋准。忽然间，门开开，一个翘骨、白头长长长的老人入来。哈喽。阿公来呀 ，Pansy 讲，伊通大声认出来。老人为地仔底扭出一个药管仔，互 Pansy 啉一汤时，伊随好起来。我才慢转来 ，John Swathers 讲，是因为伫等公车啦。